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读册读得较接拼。这句话嘛有人讲读册读对较接拼去。伊的意思是讲读过也是学过的物件，拢记袂起来。通常是时代看到囡仔逐工干那知影佚佗，学校的课业拢无爱顾，成绩是愈来愈退步，都会念两句啊。爱囡仔小站站的，若是甲即句话用伫咧已经出社会的大人，都有共口说的意思。尤其是对迄款学历悬、虽然做人的本分拢无得顾的人，看到因做一寡互人害头的代志，类似毋捌受过教育共款，咱嘛会怨叹讲，真正是读册读得较接拼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